更加好建立呢一個群體啦。咁我哋亦都喺呢，我哋在此有請即將卸任嘅主席黃浩然發表講話。哦。係黃浩然開嘅大眾同生日。盡量簡短啦，盡量簡短。我好奇大眾同生日係邊個開咯？會啊，唔該。有位。係啊。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我係大眾聊天室主席嘅黃浩然啦。今日咧應該係我最後一次咧以大眾聊天室嘅管理員身份咧發表講話啦。其實咧，我想講一講下我個人嘅管理員歷程。其實我係喺2024年7月嘅時候咧，先後上任過3日群組嘅管理員咧。當時我只係一位秩序委員會嘅副主席啦。咁直到有人離任咗之後，我就接任咗副總理，兼且係秩序委員會嘅主席。咁再之後，我再接任生日大使嘅職位。再到2025年4月嘅時候，當時係復活節嘅時候咧，就接任大眾聊天室副主席嗰個職位。我係應該係直落嘅，如果冇記錯嘅話啦。7月我再成為大眾聊天室嘅主席，咁前後都經歷咗2年幾嘅時間，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啦，都先後見證住成個群組嘅唔少變化。然而我咧就曾經喺舊年嘅12月嘅時候，我係考慮過參選大眾聊天室主席。咁明顯地啦，今次嘅主席你嗰個參選，我係27票比41票嘅之別，我係落敗咗嘅。咁今次嘅落敗咧，我都有講到，其實個選舉就好似一場遊戲咁樣，一定會有贏有輸。其實我係以平常嘅心態去睇呢一件事嘅。咁我先喺呢一度恭喜 Jimmy 同佢嘅管理員團隊以41票高票當選今次嘅大眾聊天室嘅管理員團隊。我祝你哋順利上任。好，好啊！我講新年嘅祝福語。下個星期就係農曆新下個星期就係農曆新年啦，送蛇迎馬，喺呢一度恭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勝意，心想事成，新年進步，馬年行大運，恭喜恭喜！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幾正啊，好似好啲花。大眾聊天室主席定當遵守群組規則並好好管理群組，同時與生日慶祝生日群組緊密合作，與其維持良好關係，為兩群成員帶來福祉。宣誓完畢。恭喜恭喜恭喜 Jimmy Cole 正式上任大眾聊天室主席。好，現在有請主席站在總監嘅旁邊，有請副主席梁偉章。哦！有請主席及總監為佢交誓。請副主席鄭重宣誓。舉起右手，面向住我，鄭重宣誓。本人梁偉章。咁又可以重新點講？本人梁偉章就任大眾聊天室副主席，定當遵守群組規則並好好管理群組，同時慶祝生日群組緊密合作，與其維持
良好關係為兩名成員帶來福祉。宣誓完畢。好，好，現在有請助理副主席代表吳幼橋上到台前。請問有幾多位助理副主席嘅？他們什麼？你做咩？玩冇？喂，好，翻啦，公司食啊！希望你哋好好配合主席，服務大眾聯喺度扮啊！歡迎公司食入晒場都日本嗰啲揸車程入架車長。哦，談堂都係。多謝啊！ OK 咁我會努力去合作，去付出，呢陣為大家服務。好，好，歡迎你哋上任。現在有請新任主席詹偉國發表講話。好啊！好，好啊！好多謝各位支持者啦。咁我咧係成功以41票咧係高票當選嘅。咁咧其實咧你唔使對咁近嘅。咁咧其實我都喺舊年4月咧係去到7月咧做過都係做主席啦。咁咧都係好開心下嘅啊。咁咧希望今次上任之後咧可以改善到呢個大眾聊天室啦嚇。好，祝各位新年快樂哦！好，好，恭喜 GB 哥上任。將時間翻俾咗兩個群組嘅。